各位觀眾，今日報道一單匪夷所思嘅退貨事件。事發時間係10月16號晚上，一個2蚊人買咗一袋生果，竟然隔咗10日先返去店鋪要求退款。呢個2蚊人堅持話，當日有店員保證生果100%清甜，但佢返到屋企食落，發現完全冇甜味。事隔10日，2蚊人突然拎住一袋已經變質嘅生果返嚟鋪頭，激動指責職員銷售手法有問題，仲話商家呃佢買嘢。面對呢啲無理要求，經驗豐富嘅店員梗係拒絕退款，而且生果保鮮期只有2-3日，點可能10日之後仲接受退貨？更何況生果甜味本身就好主觀，根本唔構成退款理由。2蚊人對於商家嘅解釋完全聽唔入耳，所以最終報警處理。唔講咁多，即刻睇片，睇下2蚊人點樣大鬧生果鋪頭。哇！咩事啊？做咩換質？做咩做咩啊？你而家冇嘈啦，你咪有1個禮拜人哋真有2個嘢唔知有冇？話有甜又唔甜啊水果。咁邊你一聲㗎啦？邊度買啲聲㗎啦？就熟嘅咩？邊你啊？你邊度買錯啊？你同我買2蚊雞，你就熟嘅咩？邊你喎？你拗㗎嘛？我過去好甜嘅啲過買。哇！傾講話要報警喎。咁啊，10日俾我俾你啊！你教我啊！2蚊6個買嚟入俾我啦，俾我啦，你邊個啊？我意思上嚟講咧，你亦都係咁，你嗰啲咁我買啊嘛，你咪叫我買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啲人唔得嘅，你叫我買咪咪呢個咯。我呢啲你而家10年1咁少咗條條車，我10咁你買啊嘛？放耐啲咯。你擺10日放耐啲咯，擺咁耐咪換。係啊，你影住呢個熟啦，擺上網啦。